利用 OK Google 助理来帮忙找治疗皮肤病的中医，结果出现一些网络搜寻参考资料，也有影片好学近乎智嘛智慧就是护身符啊。那个 OK Google 助理是按萤幕正下方圆圈那个地方，然后呢跑出来了，然后请 OK Google。真开心听到你呼唤我，需要我帮忙什么呢？然后他会帮忙你找那个治疗皮肤病的。以下提供几个建议，你可以说几点日出或中华棒协相关新闻，滑动荧幕上的选项即可查看更多内容。谢谢。这么多种项目，有铜板的趣味休闲的也可以，音乐也可以点播音乐，打电话提醒打电话给谁体育的也有，导航了导航你看到有几道自由广场到附近的庙宇，讯息传送讯息传送简讯告诉人家几点见好厉害好棒！你想要传送简讯给谁？谢谢你好棒帮忙找治疗皮肤病的中医的就告诉我说可以用收信了，按那个收信后就参考，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可以参考，多知道一些。好学近乎自然智慧是护身符年纪大了皮肤干痒到了冬天皮肤干痒了要冬天转春天那个可能湿气比较重吃薏仁利湿改善那个湿气重的问题。湿气重有的会有皮肤病吃薏仁改善那个湿气重孕妇好像不能吃那个薏仁薏仁还有丰富的维他命 B 群吃素的时候缺维他命 B 皮肤的缺维他命 B 会有皮肤炎皮肤毛病还有想要吃天然的维他命 B 用吃薏仁你如果女性要美白脸部要洗米水，刚刚看影片有介绍洗米水，第一次加到那个锅子里面，然后摇一摇，第一次的不要搅拌就摇一摇，然后倒掉第一次的洗米水倒掉，然后来第二次的可以这样搅拌搓洗搅拌就好了吧，搅拌，然后那个洗米水倒出来，可能也可以洗第三次。洗米水生的就是洗过就倒出来，那个洗米水可以洗脸的，有清洁效果。如果要美白效果，说还要用煮过的更好呢。煮过了怎么会更好？说有什么丰富的营养素有什么丰富的营养素然后等到凉了放在冰箱，然后要保养的时候用面膜沾那个洗米水煮过的那个汤，然后再敷在脸上，等到干了再清洗掉，这样说这样天然的美白洗米水呢煮过的冷凉的放冰箱要用的时候把那个面膜沾那个洗米水的汤煮成的汤然后来敷脸干了皮肤会吸收那个养分的营养，干了再清洗掉，这样这天然的
如果那个米没有什么农药残留的话，是最好了。如果有胃溃疡的话，说用吃那个生的山药，生的山药可能打汁啊，如果吃不下，可能加个苹果打汁啊，一起打汁啊，生的山药可以治胃溃疡的。熟的呢，熟的煮过的山药呢，就帮助脾胃的，脾胃好比较不会生病呢，会吸收养分呢，帮助心肝脾胃肾呢。脾胃属于土嘛，土生金，就肺部嘛，会金生水，就帮助那个肾脏嘛，水生木就帮助肝脏嘛，木生火帮助心脏嘛，火生土又帮助脾胃嘛。你看喜欢吃冰冷的就火伤到，就是冰冷的属于水，要伤到那个胃肠叫脾土，水克土嘛，所以说要照顾脾胃胃肠不能吃冰冷的东西。连那个点耳朵的药到时候还要放在腋窝桂鱼康那边，把它温暖一下，然后尽量接近体温这样再点那个耳朵的药进入耳孔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呢。那年纪大的冬天洗澡是先洗身体，穿好衣服以后，如果有皮肤干痒的这个洗过水以后就赶快擦乳液啦，199那个店也有在卖那个乳液啦，199大卖场那个店也有在卖乳液啦，乳液来擦一擦抹一抹，就比较不会干痒敏感。那个帮助皮肤的啦是这样。那个衣服穿好以后再洗头了，这样比较不会着凉，比较不会感冒。如果像夏天先洗头然后再洗身体那时间长，天气热还比较不会着凉。冬天天气冷衣服脱掉都已经好像怕冷了那就不可以先洗头，太冷的话会颤抖，会恶寒会感灵顺所以先用温水洗了身体以后，穿好衣服以后再洗头发，比较不会有那个洗澡恐惧症，才不会怕说洗澡很痛苦很冷。先洗身体，然后再洗头发，顺序不要弄错了，照顾身体。老年人也更是要这样照顾身体。